拉玛齐努，拉玛齐努，真见则为，拉玛齐努。那么就是说，尤其是今年的话呢，朗伊寺这边呢，主要朗伊寺的比较特征是什么呢？可能大小呢，肯定不一定是朗伊寺是最大嘛，肯定也会有比朗伊寺更大的寺院嘛。但是呢，最主要朗伊寺的话，就是学习的环境比较好，尤其是在寺院的这些所有的僧侣们的这种的氛围。是一个学习的，就是这种环境的一种氛围。这样了之后，大家呢就会很努力的学习，因为他们的发心是非常纯净，他们的发心是第一是当然是他们目的就是能度化众生，为这个教派就是做更好的贡献，为社会呢做更好的贡献。那么第二呢，是他们自己也知道啊，自己这辈子是我就这个寺院里当和尚的命，对吧？那么我有这个命，就是这个缘分，有这个命运。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必须要好好的，我把这个人生一定要就把握好啊，不浪费时间。这样了之后呢，大家都在学习的这种的渴望性比较高。这样的话呢，朗伊寺这边的学习环境，也是他们的一种，就是缘分吧。当然是说以前的高僧大德们的发愿，也是朗伊寺的护法们的护持的好。这样了之后呢，就朗伊寺呢，就是学习的环境呢，比其他的地方都就是好一些。那么这样的话呢，今年又是这个朗伊寺里面这个引入辩经的这个法传承到朗伊寺这边过来，就是正好是100周年。那么呢，也是非常成功，也是非常的顺利，也是圆满的就是结束朗伊寺的大概的一个历史吧。